来看去年中信兄弟是以4胜1败打败统一狮，摕到队史上的第10座的总冠军哦，嘛打败统一狮的纪录。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早起伫总统府接见中信兄弟的团队，来表达恭喜。真正无简单哈。虽然我是狮迷，但我还是要向大家表达最由衷的恭喜跟钦佩之意啊。那我也去研究，我说为什么兄弟变这么强啊？4年里面拿了3座的年度总冠军。我研究的结果，第一个是辜仲谅董事长本身啊就打球、懂球，导入了运动科学，也深耕二军农场后职球队战力。总统表示讲，伊虽然是统一狮迷，也毋过哦，嘛是真恭喜中信兄弟，搁再真做是总冠军。总统对每一个球员的表现哦，嘛拢真了解，伊嘛真多谢教练团的拍拼。总统讲到讲，去年哦有276万人次去球场看中职比赛，今年应该会超过300万人。总统搁再强调讲，运动部今年特别挂牌成立了，将会拍拼，互运动产业壮大，嘛鼓励民众愈运动愈健康。